成人其实最缺的不是爱，而是经营关系的能力。一段幸福的婚姻呢，一定离不开高情商。而高情商呢，包括沟通、倾听和了解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可我们绝大多数人呢，宁愿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，怎么去挣更多的钱，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，去经营我们的关系。原因呢，是因为努力工作呢，可以让我们在短期内收益的，也就是说，银行里卡的数字就会多一点。可感情它不是，所以很多问题到了最后不是不爱了，而是已经不会沟通了。就像劉德華那句經典的話：講你又唔聽，聽你又唔明，明你又唔做，咁你叫我點啊？